做方法之前，先看看这个小家伙吧。这一次每吃一口这个番茄，都感觉这个番茄在咬它。你们看这个表情，真是太好笑了。呵呵，天哪，他仿佛在说：苍天哪，谁来救救我？这个女人又想毒害朕啊！真的太冤枉了，我每次都跟你做这么久，你竟然是这个表情。所以我就不停地给他塞，不停地看他这个表情，不停地给他塞，不停地看他这个表情。嘻嘻，希望你长大以后不要拔我的阳气管，我真的每天都很努力地给你做副食，这里感觉都要跳出这个椅子来打我了，但是不吃不行啊，我只有这个给你。看最后简直就像是天哪，快拿走。